各位同學大家好啊！咁因為咧今日上堂咧我太長氣啦，咁就唔能夠咧好仔細同大家咧去睇譚迪人呢個樣本，咁所以現在咧我就罰自己同自己 Zoom 啦，喺度自言自語咧去講翻啊點解呢一個樣本咧係值一個5星星嘅分數呢？咁我哋先睇佢嘅引言。咁一開頭嘅時候咧，佢就嘗試定義乜嘢叫做敵人。佢話敵人即係與我們對敵的人。咁佢寫得好嘅地方咧，就係能夠咧從古代同現今社會兩個方面咧去講什麼是敵人。喺古代，佢係指咧可能係兩個因爭奪土地而動干戈嘅國家，而喺現今社會，佢可能指咧就係同我哋處處抗爭、持相反立場和意見的人。咁所以咧，從佢呢個嘅論述，我哋睇到咦，原來古代同埋喺現今社會咧，我哋對敵人嘅理解同埋定義咧係有不同嘅。然後佢就再指出咧，即係現今嘅人大部分嘅會如何去看待敵人咧？一般嘅人就會認為咧，人若沒有遇見敵人，通往成功的路途上必定會更加暢順。嗱，呢個係一般人嘅看法啦。咁然後佢就再指出自己嘅立場啦。佢就話，但其實不然。咁所以其實佢都嘗試去引出咧，其實敵人存在有佢嘅意義嘅。咁但係到底有乜嘢意義咧？作者喺引入嘅部分，佢就冇詳細去講。咁我哋相信咧，喺以下嘅內容，佢會逐一細述咧，到底敵人出現有乜嘢作用，有乜嘢好處，對我哋咧有什麼意義。咁所以第二段咧，一開頭咧，佢都好清楚咁講到，原來敵人出現咧，縱然係意味着危機的到來，不過這正正能夠促使我們思考，了解自己有何優勢和不足，並作出對策。咁佢就先講啦，古時啦，古時有戰爭嘅時候，統治者會因為敵人嘅出現咧，產生危機意識，你就會咧居安思危啦。咁但係咧有危機嚟到嘅時候咧，就更加要加把勁，諗下咧我哋如何去應對，改變一啲軍事嘅策略。咁於是咧，佢就提出咗啦，諸葛亮作為一個例子，咁就講翻咧諸葛亮空城計啦，敵軍逼近嘅時候，佢就突然間諗到咧，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咧就用空城計，咁就假裝城裏面有埋伏，自己扮到咧好似逍遙自在咁樣喺度彈琴，咁最終咧趕走咗敵人，守住城池。咁你見到咧，佢舉咗一個嘅例子，並且咧係善用咗咧兩句嘅反問句。佢就話啦，若沒有敵人的出現，上位者又怎能在短時間內思考出治國良方呢？沒有敵人的襲擊，諸葛亮又怎能急中生智，想出如此精明的計策呢？咁所以咧，作者咧就善用一個嘅反問句，提出咧，正因為有敵人嘅出現啊，咁但係反而咧係帶來好似一啲嘅好處咁樣，令到我哋咧係認真地去思考。咁講完古代的例子，作者又舉一個咧現今社會嘅例子，咁就係講咧中國嘅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講金庸，咁就話佢每次出書嘅時候咧，都會受到啲對手嘅攻擊啦、批評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咧，金庸咧反而係會不斷審視自己嘅不足。透過閱讀嗱，見到係好認真嘅，唔係諉過於人，唔係就話，你做乜批評我啊？即係一味嘅否定，反而咧係自己好努力咁樣咧去閱讀，透過閱讀西方嘅小說，改善寫作技巧，從不同的古代武俠小說當中咧取長補短，並且咧會同同事咧梁羽生去商討，並且仲會喺書中咧加入更多嘅個人見解，反覆修訂，令到佢嘅書越嚟越受歡迎。由此可見，對方批評佢，令到佢咧係思考不足，並咧不斷改進，即係諗翻自己有乜嘢可以做得更好，如何能夠更上一層樓咧？咁所以透過呢啲嘅例子，作者做一個小結啦。嗱，你見到佢寫議論文嘅時候咧，個條理好清楚嘅。舉完例之後，舉咗論據啦，佢就嘗試做總結，重申翻自己嘅論點。佢就話由此可見，咁佢就做一個小結。敵人嘅出現咧，反而能夠令我哋認識自己，引領我哋邁向成功。
咁而咧去到第二個分論點啦，第二個分論點佢就提出咧，敵人嘅出現咧會激起我哋嘅鬥志，讓我哋咧變得堅毅不拔。咁佢首先咧就好似講一啲唔係花草樹啊，講嗰啲唔係敵人，係講一啲花草樹木先。佢就話咧花草樹木咧，其實喺溫室裏面生長咧，其實係冇乜生命力，反而咧我哋要面對風吹雨打，咁就好似人一樣，面對敵人咧一次一次嘅攻擊咧，反而會令到我哋更為堅強喎。咁講完啲花花草草咧，佢就舉一個嘅例子，佢就話咧係貝聿銘一個著名嘅華人建築師，咁佢就講佢喺美國工作嘅時候咧，成日受到啲白人嘅批評，咁但係咧貝聿銘面對眾人嘅批評咧，佢反而更加堅定自己設計嘅理念，不斷咧努力咁樣去創作，精益求精。佢就話喺工作嘅生涯當中遇上無數嘅敵人包括咧公司裏面對佢冷嘲熱諷嘅白人啦，有一啲其他人咧批評佢嘅建築風格，其他嘅建築師，亦都有一啲人咧一味指責佢嘅過失，但面對別人嘅批評咧，佢係激起鬥志，發奮圖強。咁但係你仔細去睇呢個嘅例子嘅時候咧，佢其實冇金庸嗰個咧寫得咁具體，即係金庸嗰個咧講到佢話啊，佢會閱讀啦，佢會同人去商量啦，咁佢會咧反覆修訂佢嘅作品啦。咁但係咧講呢個貝聿銘嘅例子嘅時候咧，其實佢就係純粹話啊，佢會決心設計令人耳目一新嘅建築物咯，啊，佢會繼續發奮努力咯。但係咧，睇如何燃起佢嘅鬥志，如何發奮圖強咧？其實咧，好明顯呢個嘅考生咧，佢就背咗一啲即係雞精、一啲罐頭裡面嘅例子。咁但係個展示咧，其實就唔係好多嘅。不過都叫做啊，舉咗一個例子啦，就講到啊，其實人面對批評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一定淨係有壞處嘅喎，反而咧激起你嘅信念，即係化悲憤為力量啦。越俾人鬧得多咧，咁你就覺得啊，唔好俾人睇死，我會繼續努力嘅。不過呢個咧，其實就唔係好呈現到嗰個嘅，即係如何發奮圖強啦。咁佢講完咧兩個分論點，講咗咧兩個敵人帶俾你好似一啲嘅好處之後咧，佢又再咧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啦，筆鋒一轉，嘗試用一個駁論嘅方式。有人認為，歡迎翻第一段佢都講到咧，其實大部分人又會覺得咧，其實有敵人嘅出現咧，其實係唔好嘅。咁所以第四段嘅時候咧，佢再次講翻呢一個嘅話題，佢就話敵人嘅出現咧，令人步入困境啊！多次打擊之後咧，會令人變得萎靡不振。就好似咧呢個嘅項羽一樣啦。咁最後咧就決定咧烏江自刎。咁但係作者咧其實唔同意，佢因為認為咧，其實敵人雖然會令人退縮，但它是一種打擊，還是一種動力咧？打擊還是動力，原來全取決於我們的心態。咁所以咧，其實最緊要係你自己如何看待事物，你如何去面對。佢話若我們能調整心態，最緊要係勇敢積極咁去做啦。咁我哋咧其實就不會被逼入困境，反而能夠戰勝一切。咁如果咧項羽其實咧佢好多經歷都係咧以少勝多。咁呢個少應該係多少個少就會比較好啲啦。咁我哋咧睇翻佢以前其實曾經試過破釜沉舟啊！哇，咁即係以弱勝強。其實佢試過㗎啦，佢有咁嘅經驗，有咁樣嘅識見同埋能力。如果佢能夠咧係因敵人而振作起來，突圍而出，咁反而能夠咧重振國家。但係項羽面對敵人嘅時候咧，佢就喺度即係慷慨悲歌啦。咁就喺垓下歌裏面都講到，時不利係騅不逝，佢不斷咧都係怨天尤人，諉過於人，覺得咧係即係上天要滅亡我。咁你睇翻咧《史記》項羽本紀咧，佢都係不斷喺度咧就話係個天嘅問題，係天時地利，覺得自己冇錯嘅，係個天唔中意佢。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佢嘅態度咧係好悲觀啦，好消極啦，係諉過於人嘅逃避嘅一種態度。咁所以最後咧，佢就自刎。佢話雖然咧，佢最後係逃避，係令到自己好似一個解脫，但係並無法咧還江東父老一個交代。咁所以見到咧，作者喺呢度用個正反論證啦。項羽如果咁樣咁樣，佢就成功啦。反之，正因為佢咁樣咁消極，所以最後就失敗啦。咁所以面對敵人咧，最重要係我們的心態。咁所以咧，最後咧佢就再重申因此嘅部分。舉完例，又再咧重申佢嘅論點啦。
咁所以呢個駁論咧都非常之圓滿啦，好清楚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去再寫得好啲、豐富一啲，令到呢篇作品咧，即係哇個5星星穩陣啲嘅話咧，我就會覺得咧除咗用一個正反論證之外咧，我哋仲可以善用咧對比論證。例如你見到項羽咧係面對失敗嘅時候，四面楚歌，佢係烏江自刎。但係反之咧，越王勾踐咧，佢係臥薪嘗膽。即係有時咧，我哋係要卑躬屈膝一陣，可能好冇面嘅。但係我哋咧忍辱負重完之後，最後可能都會有一個美好嘅結果。咁所以你見到咧，佢哋兩個嘅身份都好相似，係嘛？都係個君王，佢哋面對嘅處境亦都係相似，都係面對咧就係好似國破家亡一個失敗。但係佢哋因為選擇咗不同的應對方法，咁所以結果咧就係截然不同啦。咁所以我覺得咧除咗正反論證，我哋亦都可以善用咧對比論證，咁樣從而去突顯咧面對敵人係應該咧好正面積極咁樣去應對，咁就以咧越王勾踐作為一個正面嘅例子啦。咁咧呢篇嘅文章咧，其實都好清楚嘅論述啦、引言，跟住咧2個分論點，然後一個駁論，最後咧佢就做一個總結嘅。咁睇翻總結咧，其實就係黑色呢啲字嘅。咁佢就話敵人咧喺現今社會裏面係不可或缺，因為咧佢能夠令你思考自己嘅不足，回應第一個分論點，並且令你咧激起你嘅鬥志。咁呢個咧就係第2個分論點。咁而最後佢就話咧，令人持之以恆，正正咧能夠促進咗社會嘅進步。佢再講啦，冇敵人，我哋嘅社會就會咧固步自封，原地踏步，又怎能進步咧？咁所以咧，我哋應該抱住正面積極嘅態度面對敵人。咁一個段落咧，其實佢能夠總結上文嘅，咁嘗試咧去說理啦。我哋要勇敢積極咁從而令自己同埋社會進步。咁但我就略嫌咧呢個結語，佢突然間提到現今社會，講到敵人喺現今社會嘅重要性。但係你有冇留意，佢上面嘅論述咧，其實係完全冇提到現今社會，佢主要從一個個人嘅角度、個人嘅心態咧去論述。咁但係我突然間講現今社會，又冇提到現今社會嘅例子，又冇講到現今社會嘅特點咧，咁我就覺得咧呢一個結語咧就麻麻地啦。咁所以我哋去睇翻咧，即係 marker 俾分嘅時候，佢有3個 marker 改去呢一份卷。第一個 marker 咧係俾佢6.65嘅啫，個5我相信就係最尾結語咧，可能佢覺得有啲突兀，有啲嘅奇怪。咁同埋分論點咧，其實都係2個啦，再加一個駁論，成篇文章5段，咁就係好典型，一般考生都寫到。咁所以咧，第一個 marker 咧係俾咗佢6分嘅啫。咁如果你問我咧，我去俾分咧，其實呢一個我都係俾6分，即係我唔覺得咧好驚天動地或者好眼前一亮。不過咧佢就好好彩，咁咧又另外有2個 marker 咧都係俾佢7分7分，咁表達咧都係俾佢7分嘅。咁但係咧你又留意喎，俾結構嘅時候咧有一個 marker 係俾7分，但係有一個都係俾6。咁我相信咧都係覺得佢結尾咧突然間講現今社會咧有少少奇怪嘅。咁所以最後咧，因為佢第2個 marker 同最後個 marker 俾佢嘅分數比較接近啦。呢個嘅考生咧，其實最後個分數咧係71同埋69，咁加埋應該係70分啦。70分咧就係一個5星星嘅作品啦。咁但係你留意下第一個 marker 咧，譬如我咁樣俾佢咧係俾61同71咧相差極遠啦10分。咁所以佢先至有咧第3個 marker 咧幫佢去改卷嘅啫。咁但係我哋話呢一篇文章咧，其實你可能會掙扎啦，67之間咧，即係俾邊個分數好咧？咁我哋點樣令到佢再豐富啲咧？咁我哋令到個5星星穩陣啲嘅方法咧，我就會建議佢。其實咧，佢既然提到咧社會同埋國家呢個角度咧，我就覺得咧可以喺第4段之前喺呢個部分咧再加多一個分論點，係針對現今社會或者國家社會嘅層面咧去論述嘅。咁其實我哋都可以舉好多唔同嘅例子。除咗人係會面對敵人，其實國家之間或者咧唔同嘅企業之間，一啲公司咧，其實可能佢都會面對不同嘅敵人㗎喎。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嘅對比論證啦。例如咧喺晚清嘅時候咧，其實中國咧係一個即係鎖國啦，覺得自己天朝大國係最威威最勁嘅，咁就固步自封啦。咁但係日本咧就經歷過明治維新之後咧，你知道啦，哇國勢咧好勁啦，因為佢就能夠向其他嘅國家其他國家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啲敵
人，咁但係佢就能夠咧好虛心地向唔同嘅敵人咧好好學習。而中國咧雖然都嘗試維新，但係嗰啲咩百日維新咧，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咁所以你就可以對照啊，其實差唔多一個嘅時間當中，兩個國家咧，佢哋嗰個嘅科技啊等等、科學等等嘅發展咧，係可以差好遠。咁就因為中國面對敵人、面對人哋入侵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不思進取，佢就係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自己好了不起。咁但係日本能夠咧虛心學習，咁所以你就可以用一個就驕傲啦，一個就虛心向別人學習。嗰啲人咧係敵人嚟㗎嚇，你向佢學習咧就係取長補短、見賢思齊，咁就能夠放下自己嘅身段。咁所以呢個就論證到啊，其實面對敵人嘅時候，我哋亦都應該咧向佢好好學習。咁而啦，我哋講現今社會啦，即係中國同美國之間，我哋又可以諗下，咦，佢哋咧都係而家喺呢個世界裏面咧，係即係兩個都係大國喎，佢哋可能軍事啦、科技啊等等唔同嘅問題咧，都係敵對嘅。特別咧，而家有貿易戰啦，咁你都可以論證一下啊。其實如果美國冇咗中國，或者中國冇咗美國，其實佢會唔會個發展反而會慢咗咧？因為有敵人咧，反而會令到你咧，哇，更加努力咧去發展你嘅科技，令到你個國家咧更加進步啊！即係無敵就是最寂寞噶嘛。你諗下，如果你係完全冇敵人嘅，咁你係站喺世界嘅巔峰啦，啊，咁你就可能放慢腳步啦。但係中國以前會諗過，啊，我要超英趕美，我要加油咁樣，咁我要成為列強，咁你有咁樣嘅鬥心咧，咁你就望住你嘅目標咧向前衝啦。又或者我哋再諗下，香港其實咧同其他東南亞嘅國家之間，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嘅競爭。咁我哋譬如特別，你可能最簡單就係旅遊方面啊，其實香港而家咧都真係冇乜吸引力啊，即係澳門咧好似都好過我哋好多嘅選擇啦，或者好多嘢玩啦。哇，台灣有文青啦，即係我覺得好適合啲文青去嗰度玩啊，咁樣文藝風氣咧好盛行。咁你就諗下，香港其實我哋到底有冇咧一個 selling point？點樣吸引別人咧？我面對其他嘅地區同埋國家不斷進步嘅時候，我應該如何自處咧？咁又或者落國家呢個嘅層面咧，你諗翻你其實讀六國論裏面咧，就係原來國與國之間咧，除咗係敵人，你都可以互相合作啦。譬如六國咧，你可以合縱連橫啦，跟住你就可以咧，即係並力西向，咁你先至可以打爆呢個嘅，即係能夠有機會咧贏呢個嘅秦。但係結果因為大家咧都係各懷鬼胎啦，咁所以就失敗啦。咁所以我哋其實亦都可以咧呢篇文章，因為佢嘅分論點咧，其實得兩個啦，你叫做唔算極豐富啊。咁所以咧，如果佢能夠加多一個係從國家社會嘅層面去論述，我面對敵人嘅時候應該用乜嘢嘅態度咧，咁就令到佢最尾呢一段咧講社會嘅部分咧，能夠更為完整啦。好，咁我哋講到呢度啦，拜拜。